来，都挂了，下了啊，不下了。哎，给我拿我的。好，这是你的，谢谢啊，谢谢，干得不错啊，多想着我们点，谢谢。还有我的，别，还有我的，每个人都有。哎，这是你的，还有我的，谢谢。好，太好，看好啊，这么多呀，太感谢了，干得不错。都有份，都有份，来给你这，别急，我的，来，别急，都有份。你认识我吗？看来有人比我还急着收拾你啊！你得罪的人不少啊你！你也有今天啊！哎，来，我问问你，你怎么想的啊？你现在看见我什么感觉？害怕吗？啊？我对你算是仁至义尽吧？啊？你害我，我救你，给你找辆马车，送你盘缠，你怎么对我的？恩将仇报，是不是？啊？我见过没良心的，没见过你这么没良心的。啊？
停！皇上到。好。啊？什么？箱子？箱子里有东西？妈了个巴子，拿这么一箱破棉被子就想贿赂我？你当老子叫花子呢？啊！我告诉你，你今天就把内府库全给我搬。什么？有东西。皇上驾到！船上有炸药！船上有炸药！救命啊！船上有炸药！哎，船上有炸药！救命啊！船上有炸药！胡椒！船上有炸药！你不能走啊！我连死人要抓个垫背的。别动！活该！是他！到底是谁干的？保护皇上！赶快离开！快，保护皇上！赶快离开！快！他这是怎么了？不知道，在做梦呢吧？陈工匠，陈工匠，有人给你送封信。信？
什么人送的？是个女的，蒙着面。她说她对不起你们。什么事儿？你处理公子被劫持。三妈子，人现在东板桥13号。东板桥？哎，你们那个柳湘泽。柳湘泽。阿伟。阿伟，阿伟，是我害了你，是我害了你，你不要死，不要死，不要死，你不要死，我带你走，我带你走。你说这1月挣2银子哪儿够花的？我是买酒都不够。哎呦，而且成宿的看着这。是啊，你说，哎呦，真是苦差事。怎么了？他怎么弄成这样啊？帮我再换盆水。好嘞。能听得到我说话吗？阿伟，你听得见我说话吗？这怎么了？不知道。没死。那边传来消息说，船上只有朱贵，皇上没有登船。他们追查起来怎么办？那边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太上皇情况如何？太医说，进食已经很困难了。哼，这就好办。我现在还握有7省的兵权，一旦有变，我可以立即起兵请王，逼宫也好，另立也罢。到最后，那就是谁的枪杆子硬，谁说了算。那是最后一步。爷。有消息说，皇上要召见军机处啊，果然有动作了。现在调兵来得及吗？哼，我现在城外还驻有400亲兵，随时可以调进宫。就以护驾为
为名，把他们调进来，围住乾清宫。旨意说不在乾清宫召见，皇上惊吓过度，暂不临朝了。哼，没关系，400亲兵，不管是哪儿，都可以把他围住。朱贵的船炸了。那皇上呢？皇上脱险了，可是朱贵死了。也不知道咱们的消息，皇上收到没有？皇上既然脱险了，就说明我们的信送到了。那阿魏为什么不回来回复一声呢？不知道。会不会他翻脸不认人，把咱们给卖了？站杆处的人都是我皇阿玛亲手调教出来的，应该信得过。令怪主子，您请留步。皇上遇刺，听说是教匪所为，太上皇都知道了吗？老主子为这事儿啊，正在垂询屠作令，连奴才都给轰出来了。唉，太上皇病成这样，怎么也不让人进去看看。皇上搬进寝殿，我赶了过去，也让侍卫拦了驾，说是皇上有旨，谁都不见。唉，你说这对父子多让人操心呢。老主子，老主子，还是传御医过来看看吧。皇上寝殿周围都派人去了吗？日夜保护。城外和林的亲兵有动静吗？暂时还没有。朝中有什么议论？异口同声，都说是教匪行刺，皇上受了惊吓，暂不临朝。他也太操之过急了，朕这口气儿一时半会儿还断不了。老主子，您说的是谁？明天一早，和林要是以护驾为名调兵入城，你就按锦囊所示，逐一办理。这，再带上这个。老主子的兵符。带着兵符，秘密找什么人，说什么话，锦囊中都有交代。老主子，您先歇会儿吧，您一定能长命百岁的。朕曾自豪十全老人，病中反思，觉得真正可笑。生老病死，嗔贪痴，哪一样朕逃得过呀？唉，朕尽力维护君臣之义，也是为了求全呐。
可惜呀，人心不足蛇吞象。老主子，奴才告退。站住！步兵统领衙门接受9城军法。中堂，中堂，兵马都已经进城了。河中堂单独入见。奴才给主子请安。又出什么事了？皇上是河中堂奉旨觐见。你来了。皇上受惊了。你都知道了？臣也是刚刚听说。又是谁干的？回皇上，据臣的消息，近年来教匪猖獗，臣以为是他们干的。何林呢？何林呢？给了他那么多兵，他怎么不剿匪呢？臣正在筹措中。筹措，都打到家门口了，还要筹措？尔等无能。臣无能，让皇上险遭不测。皇上该用药了。有没有毒？没有，尝过了。再尝，当着我的面尝，就站在那儿尝，这让我看得见。朕从来都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。唉，朱师傅连句话都没有留下。皇上节哀。哎呀，皇阿玛可能一病不起，朕该怎么办呢？朕该怎么办呢？皇上要撑住，炸药都放在船上了，你要朕怎么撑？怎么撑？现在不要管别的，只要你给朕加强戒备。是。还有，你们要赶快商量剿匪，越快越好。是。这样下去不行，国将不国，你知道吗？是。不要光会说是。皇阿玛临朝60年，从来都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事。你要把伺候太上皇的心思也用到朕的身上一些，行吗？臣事主不周。哎呀，朕的这个样子，是不是很可笑？臣
担心圣体，尚恐不及。不要到外面去说今天的事，尤其是朕的情况。你要以国体为重，国体为重。臣明白。朕要你限期围剿，限期缉拿，抓到反贼，一律就地正法。不，押回来，朕要亲眼看到他们被凌迟处死，凌迟处死。皇上信得过，这事儿就交给臣去办吧。你要做忠臣，做个忠臣。臣万死不辞。退下吧。圣公无恙，一切安好。你们啊，赶快回去，召集各部，商量剿匪事宜，尽快的拿出一个方案来，送到御前。啊，是啊，是啊。中南。金门的人都已经就位，让他们先回去吧，暂时用不着。回去？我还真的高估这位主子了。皇上，戏演得不错呀。这只是第一回合，还不能掉以轻心呐。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？你刚才不是说演戏吗？朕既然惊吓不浅，那就好好疗养吧。告诉南府供奉，找几个好戏班子进宫。往后朕就多听听戏，少管点闲事儿。姑娘，这是你的衣服啊，谢谢啊。哎，什么人在唱戏啊？是个草台班子，在我们落2天脚。谢谢。我忙去了。真的是王姑娘。都有灵归之。
是哪儿啊？他怎么自己翻床了？头都摔破了。我也不知道，我刚才在外面煎药。谢谢你啊。没事没事。你怎么下床了？请问这里是什么地方？你又犯糊涂了。哎呦，哎呀，小子，起来了啊？没事吧？命真大。这位是？你给我装傻是吧？啊，我都不认识了。小子，我是怎么到这儿来的？你不认识这儿了？什么都忘了？不，我没有忘。我现在想起来了，我全部都想起来了。你想起来什么了？我想起来，我上了一条船，但当时我并不知道是一个圈套。船炸了以后，这，你嘀咕什么呢？我这一句都听不懂。你不必知道那么多，你们只要告诉我是怎么到这儿来的，还有你们是谁就可以了。完了，这个打傻了，这是。这，我说，老爷，皇上身边来人了。什么人？我们来奉旨问话。恭请圣安。圣公安，起来说话。有旨问你，为什么当天你会在那条船上？我一直在跟进此事。你跟进什么？你知道那条船会炸？一开始我并不知道，上了船之后，我才发现有人做了手脚。你可真是福将啊！你这回又立功了。我一时疏忽。疏忽？你疏忽了什么？我并不知道是个圈套，而且楠木并不在船上。怎么又出楠木了？哦，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很久以前的事。哦，二位，我知道怎么回事了。他这儿啊，刚挨了一顿暴打，有点糊涂，把原先的事和现在的给搅和在一块儿了。不，现在我脑子清楚得很。得了吧你，越是这么说的人，脑子越是有病，看出来了。没关系，既然你生病了，那就好好养着吧。你现在哪儿都别去，这里应该很安全啊。皇上那里你也先不要露面了，主子一时不方便召见你。不过来日方长，你这回救驾有功，日后必定大用。现在你们可以告诉我了，你们是谁？怎么打成这样了呢？哟，醒了！外面谁在唱戏啊？我们店里出了个戏班。戏班子？是啊。不是啊。不是什么？我听错了。听错什么？我明明听见文姑娘的声音。回去吧，回去好好休息。你姐姐出去办点事儿，一会儿就回来。我姐姐？不是你姐姐，那一定是你妹妹了。妹妹？是啊。朕交代你的事情都记清楚了。是。
奴才即刻去办。老主子保重。回主子，令贵主子求见。太上皇恕罪，太上皇恕罪呀！请，太上皇，你有何罪啊？皇上年轻不懂事儿，太上皇病成这样，他进不来晨昏定省。是朕不让他来的。是，他把生平署的戏班子招进了寝殿，还吹吹打打的，臣妾不放心，前去劝阻，还吃了闭门羹。你说，这也太不孝了。好，干得很好。太上皇，朕可以安心了。皇上这次遇刺，是你们干的吗？绝对不是，主公说了，时机还不成熟。那这黑锅可就背大了。老头子为这事儿，在病中特意亲自下旨，让和林出兵剿灭你们。他调兵来得及吗？旨意说不必回他的七省行辕，只带丰台营的2营兵。不让他调自己的兵，什么意思啊？老头子怎么想的，谁也不知道。不过形势紧迫，你回去告诉主公，要尽快转移。老头子病情怎么样了？不妙啊！看样子支撑不了多久了。好，主公就等这天了。先离开吧。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啊？你真的什么都忘了？以前的事情我全都想起来了，反倒是现在的事情，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那，你看着我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我实在是想不起来了。那你说你想起以前的事儿，那是多久以前呀？我领命出京是乾隆60年。现在已经是嘉庆的年号了。你是说乾隆爷已经不在了？那是太上皇。你身上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小胖子，涂左领来。涂左领啊，涂左领要见你。你记得涂左领？我当然记得，他在哪儿？在前院。哎，前院在那儿。这三发子傻了。这不是三发子啊！前院到底在哪儿？在那儿。在那儿啊！真的傻了。涂左领，我可算是见着你了，给左领请安。哎，不是才见没多久吗？你又忘事了？我没忘，我记起来了，以前的事情我全都记起来了。哦，我就像是做了一场大梦一样。你这一会儿糊涂一会儿明白的，天上一脚地下一腿的本事，连我看着也像在做梦呢。主子安好。现在病得很厉害。主子给我的差事，我还没有办好。你办得很好，人家都说咱们沾根处的人，生着病都能办差。好了，现在不说这些，
我来是想告诉你，老主子有新的差事交代你。何令马上出京，老主子要我们暗中跟随。何灵不是应该在七省行营吗？不，现在不在。他出京干什么？名义上是剿匪，回他的七省行营调兵。我们这次的任务，就是要切断他和七省行营的联系，防止他私自调动七省兵马。主公安好。你辛苦了。主公传召，可有新的安排？何林要出京了，听说只带了2营人马。这次一定要除掉他。